喺毓民呢個即係頻道裏邊咧，就多咗兩位朋友啊！咁喺我左手邊呢位咧就阿牛，就係人都識啦，佢而家間唔中上嚟抽下水㗎啦。咁民間電台又冇辦法日日播，咁點咧？係嘛？咁啊，梗係要嚟我呢度，唔係點解有得曝光啊？哥哥仔，你睇主席咁瘦，就知道我係抽水王啦。咁喺右手邊呢位咧就野人，野人咧就係野人係咩人啊？等下牛介紹下啦。野人咧係住喺一個豪宅區喺大坑道嘅。哇！咁咧佢就都係苦業主嚟嘅，係被逼迫嘅一個。咁啊，因為法團嘅嗰個黑箱作業咧，好多嘢都唔公開，所以就因呢個問題，佢識咗我，識咗我咧就俾我綁咗落水。依家身為咧就係呢個業主團結陣線嘅秘書長，佢係負責去統籌業主團結陣線嘅嘢，同埋解答一般嘅常識啊！依家都幾犀利下嘅咧。喂，呢個業主團結陣線就幾時成立啊？今年年頭定舊年啊？喺舊年年尾就成立嘅，即係前年年尾成立，咁就7月咧就正式係設立咗個會，咁啊更加就當日都有200幾人上街㗎啦。OK。咁依家有30幾個屋苑咧係加盟咗落嚟嘅，但係都唔夠啊！香港咁多個屋苑，我哋都唔夠人手做啊！嚇，不過平均每日都有10幾個人咧係啲業主咧喺街做緊嘢咧，都係我哋嘅陣線嘅成員嚟嘅。嗱，我哋咧其實就早幾日啦，29號咧應該係嘛？29號就5月29號咧，呢個即係業主團結陣線一啲朋友，咁就喺呢個立法會嘅秘書處嘅申訴部，即係呢個喺中環萬國普通大廈花旗啦，叫係而家唔係叫萬國普通啦 ，Citibank 係花旗銀行。咁咧嗰日咧就都有啲記者嚟嘅，但係第二日報紙係冇報導嘅。嗱，嗰日咧就當值嘅立法會議員咧喺個申訴部嗰度咧就有幾位，咁啊有余若薇啦，余若薇就當日嘅主席啦，咁就呢個梁國雄啦，就劉秀成啦，仲有周梁淑怡嘅，咁啊4位立法會議員咧就見呢班苦業主，咁我同阿牛都有去嘅，咁但係第二日報紙就冇登嘅喎。咁所以你香港啲報紙咧，即係佢嘅新聞取材究竟係咩咧？寧願就登某某人有2隻狗死咗，咁又可以做下花邊；某個人去黃山又影咗啲相翻嚟，好感慨，咁又可以登，係嘛？咁但係咧，呢一班苦業主嘅訴求咧，就喺社會上邊咧，即係如果你要通過傳媒令到大家聽得到咧，咁就呢個願望就落空啦嚇。我收到啲業主咧，星期4之後咧打俾我，係10幾個電話話：哎呀，阿爺嗱，你係咪會有報紙上㗎？我話應該有啦，咁啊，你冇喎，今日係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買 radio 咧，就俾個平台俾阿野人仲有阿牛咧，就講下呢個所謂業主團結陣線，同埋咧有個網頁叫做呢個 SOS 業主陣線。咁呢個網頁咧英文就係 SOSowner.org 啊。咁喺我隔離呢位野人咧，同埋佢太太 Anna 咧，就即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業餘嘅，咁就揼咗呢個網頁出嚟，咁大家可以上呢個網頁SOSowner.org，咁你就我澄清，野人基本上係一個設計師嘅電腦。咩澄清？你再講嘅補充，唉，成日教你講到一嚿澄清咩啊？我而家講錯嘢咩？你澄清我，你補充我，野人係業主團結陣線嘅秘書長，但係佢係業餘嘅，咁佢本身咧就係做設計嘅，即係專業人士，咁啊住喺大坑，亦都有間屋，但係咧就要維修嘅時候就俾人掠水，咁會有排屋咯。嗱呢個即係其實香港好多咧嗰啲小業主咧都面臨同樣嘅問題嘅，因為你係即係基本上嗱嗰間屋就係你嘅，你買咗間屋。咁個法團入邊咧，你又冇發言權，係嘛？咁啊俾人操控咗，咁啊同埋啲管理公司，再加埋啲承建商，再加埋所謂啲顧問公司，4方，然後喺政府咧，即係眼皮底下任由你去宰割呢啲小業主譬如我而家大廈維修，咁我揾咗個顧問嚟睇完之後，跟住咧就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就揀咗幾間即係投標嘅公司，可能都係同一個系統嘅，佢圍標，咁你無論 A 又好 B 又好 C 又好 D 又好，有6、7個嚟即係嚟投標書，但係結果無論邊個得到嗰份標書都好啦，其實都係嗰班人嚟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幾方面咧夾埋，咁到最後咧就係閹你咯，係嘛？咁呢種情況咧其實過去都發生好多有關嘅投訴亦都好多，有啲人去告 ICAC 添，咁但係你又冇證據 ，ICAC 要你提供證據，你提供唔到證據。
咁到頭來咧就真係變咗苦過弟弟。嗱，而家呢種情況咧就話愈演愈烈。咁阿牛咧就最近呢2-3年咧，佢都去幫呢啲苦業主。咁到最後咧就舊年就成立咗一個業主團結陣線。啊，咁今日咧我哋就揾阿野人上嚟講下而家目前嘅情況係點樣，你哋將來有咩打算？咁或者你借呢個機會可以講。其實我哋咧就打算都有唔同嘅行動嘅。咁而家咧就應該係咪話會有7·1嘅遊行咧？我哋都會有業主咧，即係希望啲業主出嚟就係聲援啦，即係成日聲援自己。因為其實呢啲問題就唔係淨係自己圍內屋苑、自己屋企嘅問題嚟㗎嘛。即係正如我自己當初都成日覺得，喂，呢啲係法團嘅嘢，自己搞掂咪算咯。咁啊走去揾民政局幫，民政局哇完全幫都唔幫你，仲要調轉槍頭，咁啊真係激到辣雞嘅。咁啊慶幸咧有一次，就係舊年7·1，俾我撞到阿牛嗰陣時搞緊呢樣嘢，咁啊拉晒橫額。咁我覺得，咦有意義喎呢樣嘢，咁啊同埋都要求助啦，咁啊揾阿牛，咁啊搞下，咁啊搞一壇咁嘅嘢出嚟，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7月1號咧，大家業主其實自己都要出嚟為自己出聲嘅，因為正如我哋啱星期4啊，喺花旗大廈嗰個咁嘅立法會申訴部同議員嘅一個申訴嘅會議上面，其實大家都要講出自己究竟而家頭先阿毓民講嘅嘢嘅，譬如法團嘅維修啊所有一切嘅問題啦。嗰啲問題其實係整體上法例上面啊，特別建築物管理條例344章嗰度，裡面有好多盲點，有好多嘅空間俾一啲有心人咧去走盞。咁其實業主本身就係你自己都要知道究竟344建築物管理條例對你自己本身嗰個嘅影響有幾深，同埋對自己有幾唔着數，就喺裏面咯。嗱，其實而家最緊要咧就係而家法例咧有好多漏洞嘅，好多灰色地帶嘅咁即係包括嗰個市區重建嘅條例啦，即係包括而家嗰啲建築嘅條例啦，包括而家民政事務局或者嗰啲民政事務處對呢啲咁嘅所謂業主立案法團，你又輔導佢成立，咁但係咧你又冇監管啊，咁打精生死嘅，係嘛？即係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問題，有啲係法律上嘅問題嘅，有啲咧就係、你法律未必可以解決得到，咁就要修改法律啦。修改法律你就要靠啲立法會議員去推動啦，係咪？都希望政府即係覺察到個問題嘅嚴重性。咁你點樣先令到個政府覺得個問題嚴重咧？就係、是、你啲人嘅訴求要好強烈，令到政府知道啊嘛。所以我嗰日就同嗰啲寶石即係寶石大廈嗰班咁嘅即係苦業主講，我話你哋多人極嘈都冇用嘅，你一定要團結，你一定要唔好淨係為你自己嗰座大廈，你明唔明啊？要係香港嗰啲所有相同問題嗰啲業主，你都要團結起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個 SOS 呢個即係所謂業主陣線咧，大家就應該去參加。因為其實我哋 set 咗網咧，大概其實真係大半年啫。其實我都收到好多唔同嗰啲 contact 啊，即係網上面嗰啲聯絡咧。其實佢真係來自四方八面㗎，即係你無論係住喺一啲基層嘅地方，以住到一啲即係話睇半山區啊嗰啲咧，哇！即係嗰啲問題真係實在